继续关心台南天狗节的疫情是真严重。立法院卫生环境委员会立委昨昏就专工落南去关心台南的天狗节的防治。为着防疫，台南市长黄伟哲伫中秋的时嘛去到处摇啊，煞风批评讲伊是咧做戏。也那一关署分析疫情，讲这2天的确诊人数，总共无出现连假效应，安尼台南这礼拜疫情就可能会当转好。卫环委员这几排了解防治状况，台南天狗节疫情顶礼拜到上关点，单周人数伫2100到2200之间。因欢迎卫环委员会初二落南了解天狗节防治甲体检治疗状况。疾管署分析，若初二、初三无连假效应，这礼拜疫情有机会降低。这几天的病例数呢，相较于前几日也是略有减少。星期一跟星期二有没有连假后的一个效应？那如果这个连假后这个通报的效应没有太明显的话，那这一周可能会是呈现一个持平，甚至有机会可以反转下降。罗议员表示，原疫情热区已经稳定，反倒在南区、北区、中西区甲安平区热情悬，要注意。为防疫，事先接受喷药训练，各有合格证书的市长黄伟哲，中秋期间亲身爱坐安步机行去街路喷药啊，煞互人批评作秀，伊也发冤枉，因为骹手无够。如果不到第一层，不知道第一层的辛苦。这个我们到第一层去帮忙朋友，因为在假日人手不够，就说我们作秀。那如果我们不到第一线的话，又说我们高高在上，只在办公室里面。台南一直喷药引起民怨，暗过也网友发现公园路甲公园南路口杂草已经为水沟刮不出来，烦恼落雨积水，恐惊正做天狗节防治的空棒。把它除掉。民众烦恼是有道理的，因为主管署甲市府拢认为，台南这礼拜天狗节变数就是特别到位的小型风台也提醒民众提前整理，清除积水的物件，才袂大雨积水，可能互疫情更加严重。记者综合报道。